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啊，关于质量的，不仅有吃的，还有这个住的。不知道大家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开着车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掉进坑里面，这真的是踩坑啊，就掉进坑里面啊，就像你啊，这个坐在教室里面，特别担心那个头顶上那个电风扇会掉下来，你为此啊惴惴不安，上课的这个容易走神。媒体报道啊，这个就像电风扇真的会掉下来一样，你开车啊在路上还真能掉到一个大坑里面去，这你敢想吗？就是你正常行驶啊，在城市主干道上，哎，突然就出了一个坑，正好你的车往下一掉，这个不是科幻片啊，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也就是昨天中午啊，8月25日中午，安徽省合肥市金陵路与蒙城北路交叉口发生路面坍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越野车坠入突然出现的深坑。现场画面显示啊，车辆侧放在洞内。哎，这一幕啊，还正好被后面的一辆车给拍到了。大家看视频啊。这烈酒上了头，且愁愁更愁，人间的路太难走。这一日三餐柴米烟油，必须让我卖自由。这肩膀费力抽，且悠悠更悠，尘世中随波逐流。哼，做梦都想不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很吓人啊！哼，哎呦我去！首先啊，这个白色越野车里面有4名乘客啊，就是4个人，一个司机啊，一共4个人，这4个人都安全脱困啊，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呐。目测啊，这个叫出现的这个深坑啊，好像长宽大概都是3米，正好容纳一辆越野车。你说它还稍微窄一点，那车还不一定能掉得下去，卡住了，对吧？你说再大一点，恐怕还掉的不止一辆车，它就正好容纳这辆车。一位目击者啊，心有余悸表示，我的车正好跟在后面，看着那辆车掉下去，都吓死了。合肥市政部门回应啊，目前路面塌陷原因还在调查。这有什么好调查的呢？这是给城市管理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啊！从此啊，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啊，对吧？现在的很多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在学校里就受教育啊，那个井盖不能踩，你踩井盖容易掉下去。现在你看啊，不光是井盖不能踩，大马路你就不能压，保不齐啊会掉下去。这个白色越野车啊，一共就4个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要坐了6个人呢，那妥妥的是超载导致的。现在你看啊，他就坐了4个人，你总不能赖着车吧？城市的主干道啊，承载着无数车辆和市民的这个日常出行，竟然说塌就塌，而且就塌那么一小块。不知道这个路当时是怎么验收的啊，也是不知道怎么修的，更不知道是怎么维护的。合肥这几年啊，发展非常快啊，大搞基建，这个城市啊扩张也非常快，高楼大厦光鲜亮丽，实则呢金玉其表啊，地底下都是豆腐渣工程。你说你开个车好好的就坠入深渊，这叫什么事？车主啊，乘客心理素质好，要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恐怕还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对吧？遭天谴的事啊，正好就报应到他头上，恰巧就那么小的一个坑。今天正好啊，晚上还有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啊，那就跟这个路面塌陷，对吧？正常行驶却掉入深渊有很大的关系。搜狐新闻啊，他这个叫都市现场记者跑到湖南一个钢材大市场去暗访，这个记者暗访呢，那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暗访什么呢？这个钢材大市场那很多商家啊，把那钢筋啊强行拉细，就是给钢筋减肥。湖南瘦身钢筋流入部分工地，记者暗访湖南被拉细钢筋。什么叫瘦身钢筋呢？瘦身钢筋就是用冷拉的办法，把钢筋强行拉细，不光拉拽时容易断，
柔韧性也差了很多，稍微受力就可能折断。用这种钢筋盖房子，它根本扛不住设计时该承受的重量。要是赶上地震、暴雨、台风，或是建筑自身重量压着，很容易出现墙体开裂、楼板塌陷、柱子断裂等严重问题，甚至整栋楼都可能垮掉。近日，都市现场记者暗访湖南钢材大市场，追踪瘦身钢筋流向。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湖南长沙市发生过这一个惨案，就是一个农民自建楼，对吧？5层，现在很多这个好像是医学院的学生啊租了，然后在附近的医学院实习。那个楼啊，不久前还被对吧各级政府去进行安全检查，结果有一天突然就轰然倒塌，酿成惨案。再结合这个搜狐新闻啊，都市现场暗访，大家就不觉得奇怪，这个楼啊为什么会塌？这个路面为什么会塌陷？修路啊，不一定用得上钢筋，但是它会用水泥啊，用其他东西啊。钢筋能这么整，其他的东西呢？水泥、沙子。8月23日上午，都市现场记者在湖南成大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内发现了一辆货车正在装货。半个多小时后，货车从厂房内装上了6捆钢筋，离开厂房，前往湖南钢材大市场仓储区继续装货。在这期间，记者使用游标卡尺对车上的钢筋进行了随机测量。游标卡尺测量结果显示，这钢筋直径是8.74毫米。之后，记者又对这钢筋进行了一次随机测量。这次测量结果均为8.6毫米，比刚才还要细一点。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笔钢筋的具体标号，但记者查阅了最新版的螺纹钢国家标准，发现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规格范围内，并不包含这一尺寸。那也就是这一尺寸是变异的啊，也就是瘦身过的。最终，这辆货车将这批疑似瘦身钢筋运送至宜阳市鹤山区的湖南优车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内一处在建工地。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汽车测试。大约1个半小时后，这辆货车空车驶离该公司。当天下午，记者在湖南成大商贸有限公司又发现了一辆正在装货的货车。记者对车上装载的钢筋进行了测量，钢筋标识为10号，但记者测量直径数值显示为9毫米。记者随后又对这捆10号钢筋进行了第2次随机测量，结果显示这根被测量的钢筋直径为9毫米，远低于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值。坏事就坏事在这个游标卡尺这一块，对吧？我觉得这个以后还是要把游标卡尺啊要管控起来。8月24日中午，记者在湖南钢材大市场看到又有多辆货车来进货。记者多次随机抽查，发现测量的10毫米钢筋直径数据均低于国标限定的最低标准值9.6毫米。不久，一辆小型货车又拉来一批钢筋，装进了大货车的货箱。记者凑近一看，发现有一些钢筋已生锈，钢筋的横截面呈现蓝紫色。装货完成后，这辆大货车从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湖南钢材大市场驶向了长沙市芙蓉区，最后停在了中建5局工地的围挡外面。这处工地在建的是中建5局9张附项目，为长沙市热销楼盘中建桃李9张的3期项目，看上去好像是豪宅啊，用的就是这种啊经过瘦身的钢筋。记者潜入了工地的内部拍摄记录。记者看到，所有从货车调进工地的钢筋均未悬挂合格证，也未经过严格验收。即面对已出现锈竹的钢筋，现场也无人提出异议。全程除搬运工外，记者未见到任何负责人与货车司机当面核对送货单，更无人对钢筋尺寸进行测量复尺。记者将这一情况投诉至长沙市12345平台。截至发稿前，记者暂未收到长沙市相关职能部门回复。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啊！一叶知秋。就在4天前，川青铁路青海段监闸黄河特大桥发生事故，施工线索绳索断裂事故，造成12人死亡，4人失联。大家那视频也看到了吧？监控视频，夜里3点的时候，那个作业面上啊，那一节桥上面是施工那个绳索是吊着的，结果绳索断裂，就是钢索啊，整个桥对吧掉黄河里。不管怎么说啊，跟那个钢索的质量有莫大的关系。钢索的承重对吧？它有没有富裕，有没有冗余啊？大
大家还记得那个泰国地震吧？我记得我做了一期节目还被夹掉了。泰国地震，曼谷对吧？很多烂尾楼啊，居然傲然屹立在那儿。结果印度在那儿承建的是政府的一个什么楼啊，轰然倒塌，丢人丢到国外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基建，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建设水平。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都这样啊，这些已经够说明问题了。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这个钢筋给你拉细一点，这已经是很有良心了。钢筋出厂的时候给你拉细一点，等到真的用到工地上，还有一部分钢筋可能被人偷出去卖了，然后用竹竿，对吧？用什么纤维，反正用别的东西代替，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垮塌事故呢？这本身啊，已经这个钢筋都已经偷工减料了，已经被拉细了，就这样它都不能保证啊，给你用足，某些一部分钢筋还被人偷走，用其他的材料代替。所以这个城市的主干道突然出一个天坑，也就不足为奇了啊。这个工程质量不讲究也就算了，对吧？这些人还抱有一些侥幸心理，万一不塌呢，对吧？万一这个绳索不断呢？万一这个路面万一这个楼不倒呢？哪就那么巧呢？所以大家对工程啊，对吧？对这些建筑要求越来越低。那你对吃好歹要求高一点嘛，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健康。对吧？就是食品安全啊。今天我看媒体报道啊，封面新闻，这简直了，你知道吧？说8月24日晚，国家市场监管局公布，福建一锅边湖店，什么意思？锅边湖店呢？非法使用复方甘草片，经查，当事人将使用复方甘草片加工的肉制品、卤料、猪大肠、猪壳肉、猪内脏等加入锅边湖中。对外销售，销售额达100万元。复方甘草片的采购和使用数量为400粒，含有吗啡、可待因和地巴因成分。因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2025年6月，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联合公安机关进行收网，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我记得前有这个无锡的厨师对吧，给那个汤里面加庆大霉素。广州的这个有商家啊，往那个凉茶里放什么布洛芬，这个往这个猪头肉里面加复方甘草片，这架势这全民服药啊！就是你吃药你躲都躲不过去，你在哪儿都能吃得上药。不，这些人就为了赚钱，就什么手段都在用啊，这叫丧尽天良啊！也就是说啊，大家想一下。连吃的都有人这么干，那你说这钢筋给你拉细一点，对吧？施工的时候路面给你啊偷工减料一点，那不太正常了吗？所以那个啊黄河大桥啊，它的钢索会断了。这个店主啊，这就是犯罪行为。复方甘草片啊含有阿片粉，那个阿片粉呢，就是来自于那个罂粟啊植物的这个干燥乳汁，也就是反正跟鸦片有关系。大家还记得吧？有很多人那个，这当然都是传言啊。但也有媒体报道，就很多火锅店呢，什么卤煮，还有什么麻辣烫，那个底料里面都有人可能会加那个罂粟壳，或者是罂粟壳磨的粉，这当然也是犯罪行为啊。所以你有可能吃了某一家的这个食物啊，你觉得特别喜欢吃，味道独特，那你都要小心一点。这个复方甘草片里面就有阿片粉，这里面还大约10%的吗啡，还有可待因和地巴因。吗啡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那个叫镇痛剂嘛，是中枢镇痛药曲马多的10倍左右，是一个非常强的中枢镇咳药。可待因跟那个吗啡的效果也差不多，所以这个在临床上面吗啡是受严格控制，因为它有成瘾性的，也就是一些重症患者才有可能会用吗啡，基本上对轻症的都不用。正因为这个复方甘草片含有这个吗啡成分，所以在很多国家啊，它属于管制药品。如果你要去美国，你身上带了这个复方甘草片的话，被美国海关发现，那恐怕这麻烦就来了啊！相当于携毒入境呢。1粒复方甘草片大概有4毫克阿片粉，相当于0.4毫克的吗啡。那400粒呢，那就是160毫克的吗啡，相当于店主把16支吗啡注射液直接怼到卤肉里面。你说中国人都怎么了？为了赚钱。就是叫不择手段，没有底线，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提倡少吃外卖。你管得过来吗？小作坊、大街小巷这样的小作坊有多少？监管部门也管不过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这个要发展这个预制菜。
虽然预制菜说不好吃啊，这种隔夜的一大堆的啊，但是好歹那个预制菜它最后一竞争啊，最后恐怕就剩几个大品牌，也就是它那个厂家是有限的，不像现在这个。对吧？这么多小店呢，路边摊，你怎么管？你管不了，他给你打游击战，哎，最后变成有限的这个厂商，对吧？如果说10家垄断了全国市场，或者100家，那也是有数的。那这样的话，你对这个厂家监管，对吧？让这个食品安全啊变得好像有抓手，就是你有手段。你现在大街小巷的这些小门店。对吧？小卤肉摊你没法管，所以这个食品安全好不了。什么庆大霉素加汤里面，布洛芬加到凉茶里面，你怎么管？天天都有抓人的，照样有人去干。所以说啊，这个预制菜虽然它有那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预制菜它让这个食品安全啊变得还好像能解决。这么一比的话啊，那地沟油都算是良心油啊，对吧？别人吃剩下的这个叫什么阳明鱼、黄焖鸡是吧？那个里面的蘑菇啊，那得回收的。卖给下一波客人吃啊，那这个都算是良心，对不对？那毕竟也就上一波客人吃的剩的而已，你怎么管？你这管理难度太大，对吧？那你要管的话也可以，那市场监管那个编制啊，就是再乘以10，你养得起吗？所以你看啊，从吃到用到建筑，一个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吧？一个是建筑啊，重大工程的健康，这个都跟生命有关，对吧？一旦出事，那都是灾难了。就这些事情。我们是怎么面对的？就不要说其他的了啊，其他用的什么电子产品啊，那垃圾，对吧？服装各种垃圾。现在啊，这个经济情况不太好，也就是内卷加剧。虽然咱们政府对吧监管，提倡反内卷，但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啊。就是在内卷的情况下，咱们的食品安全只会越来越差啊，这个不用怀疑啊。你对食品安全这个有要求的话，你要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那恐怕很多人他就不愿意点外卖，自己做饭。然后呢，像山姆这样的超市，开市客，对吧？像这种超市，它就越来越火啊。因为不管怎么说，对吧？他帮你把了一道光，山姆超市变成这个韭菜，变成牛马的这什么特供，也就是说你要对食品安全关心的话。但是你要不关心的话，那肯定是哪儿便宜在哪儿买，哪儿便宜在哪儿买，最后导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汤里面有氢大霉素，你吃的那个黄焖鸡恐怕是上一波客人剩的，标的五常大米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大米，内蒙古的羊肉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对吧？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也不是阳澄湖的，这大家都知道啊。西产地还算是良心的啊，给你来点科技与狠活。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现象，一边是经济低迷，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是吧？能不花钱就不花；一边是山姆这样的超市要排长队，开一个火一个，完了你要交260的会员费才能去买，就这样，对吧？它的生意非常火爆，大量粗制滥造的建筑基建，随着这个你后面啊，因为这个使用效率在下降，维护费用跟不上，他们的寿命本来啊就是粗制滥造，对它寿命就有影响，再加上维护跟不上，那恐怕越往后啊，越有大量的表面上看着很光鲜的宏大工程，在某个时候就突然垮掉。哎，这个是可以这个预料到的啊，因为你所有的建筑，对吧？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需要维护啊，定期要检测啊，因为你这个后面资金，对吧？费用跟不上，没钱啊，那维护也是，对吧？1万的维护费用，最后真正的用到项目上面，恐怕也只有几百块。所以未来啊，什么路面塌陷，房子莫名其妙倒塌，桥莫名其妙断掉啊，也就见怪不怪。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